大家好，我係喜達智耀 Amy。今日嚟到擴容後嘅前海核心區，咁呢個位置咧就唔係正喺前海嘅嗰個片區入邊，但係亦都係緊挨住前海，緊挨住寶安中心周邊嘅配套係 OK 嘅。咁呢個位置咧好難得有個新盤出嚟，咁而家我就喺樓盤嘅正前方啦。樓盤而家係建設當中嘅狀態吓，佢打造嘅品質以及周邊嘅配套都係 OK 嘅。樓盤自己咧就有個2.5萬方嘅園林空間，同埋有全齡嘅飯會所。對面馬路嗰度過去就係碧海灣公園，連接天橋過嚟嘅呢一側咧，亦都係碧海灣公園嚟嘅。周邊嘅生態景觀係好好嘅，而且樓上部分嘅戶型係可以睇到對面嘅呢個公園嘅景觀。咁如果係交通出行地鐵站呢個方位過去600米就係11號線嘅碧海灣站。碧海灣站咧就可以話一個站去到寶安中心嘅位置，一個站又可以去到機場嘅位置，交通出行係方便嘅。咁如果係話呢度翻去深圳灣關口咧，半個鐘左右嘅地鐵時間就可以過到去啦，亦都係方便嘅。如果係話想要去翻其他嘅位置，譬如去到福田高鐵站啊，11號線7個站29分鐘直達過去，交通方面係方便嘅。咁我哋帶大家睇下周邊嘅配套，對面嗰度咧就係西鄉體育中心，譬如話有羽毛球場館啊、網球場啊，全部都喺嗰度。屋企過翻個馬路去到對面有公園行，有體育啲設施喺度可以俾我哋去享受嘅。咁再往前邊行過嚟咧，就係我哋屋苑嘅側邊呢個位置，就係恒生醫院。佢呢個醫院係個私家醫院嚟嘅，咁平時如果係話體檢啊、就醫啊各方面都係 OK 嘅。樓盤除咗話步行可以嚟到嘅呢一圈嘅配套靚之外咧，周邊嘅配套更加係靚。樓盤自己配套就有個商業仔嘅，如果係話周邊嘅商圈可以去翻天河、去翻寶安嘅大千里，基本上都係10分鐘左右嘅車程可以過到去啦。天河商場其實距離樓盤大概1.7公里嘅步行距離，如果係話大家平時中意行路散步嘅，行翻過去都可以話去到嗰邊 shopping 購物嘅。再遠少少，一個地鐵站去到寶安站出嚟就可以行翻30幾萬方嘅一方城啦。咁如果係話去翻前海嘅商圈、後海嘅商圈或者係深圳灣嘅商圈，基本都係話3、4個地鐵站或者係10零20分鐘嘅車程可以過去享受到嘅配套。除咗話有咁靚嘅商業嘅配套之外咧，仲有好靚嘅市政嘅配套同埋啲生態嘅配套。啱先睇嘅碧海灣公園就係我哋屋苑嘅側邊，再往遠處過去係鐵仔山公園。咁如果係往寶中嘅方向，有寶安嘅體育館，有圖書館，有啲青少年宮，仲有我哋嘅地標性嘅建築摩天輪喺嗰度嘅，仲有個濱海公園。咁其實平時話去翻嗰邊散步啊、休閒娛樂都係好方便嘅，而且嗰邊嘅配套環境嚟講咧，我覺得係非常舒服嘅。咁呢度翻香港嘅交通咧係好多選擇嘅，啱先有講到去深圳灣又得啦，或者係去福田高鐵站、去福田關口都可以，就地鐵直達或者係轉翻一次線，30到40幾分鐘嘅地鐵時間可以過到去嘅。咁呢度首推嘅單位咧，可以話望到個碧海灣嘅公園景，又可以話部分望翻內園嘅景，價錢上亦都係有優惠嘅。咁而家就入去睇下在售單位最新嘅情況。嚟到沙盤嘅位置，成個樓盤總嘅佔地面積係4.16萬方，總建面14.21萬方，容積率只有2.2，所以係個超低密度嘅社區。樓盤係由7棟住宅同埋一個配套嘅幼兒園同埋商業樓嚟組成嘅。咁睇翻住宅部分咧，我哋而家首先推出嘅係1棟同埋3棟嘅呢個單位。1棟大部分都係望翻內園景，或者係過嚟望翻佢側嘅對面西鄉體育中心嘅啲城市景、園林景，以及碧海灣公園嘅公園景。如果係嚟到3棟呢個單位咧，有部分嘅戶型係直面望翻碧海灣公園嘅公園景，景觀嚟講係開揚而且靚嘅。3棟嘅呢個單位嘅突出嚟呢一條腿咧係113平方嘅戶型，不過佢今期咧因為示範單位就
關咗做緊升級改造，所以暫時拍唔到呢間俾大家睇嘅。感興趣可以過嚟現場去睇翻。側邊嘅兩條腿咧，分別係123同124嘅，總層高一棟同三棟都係26層兩梯4伙嘅設計。樓盤都係會有帶埋全屋嘅豪華裝修交樓俾到大家，交樓嘅時間係2028年嘅6月份。咁啊，月管理費係5蚊8，車位嘅月租卡250蚊，車位嘅配比係達到咗1:1.4嘅。低密度停車方便，交通出行亦都係方便嘅。咁而家就想去睇示範單位，嚟到一棟實體樓嘅3樓，呢個係另一戶人113平方嘅，做嘅係交樓嘅標準。呢個好厚重嘅裝甲門，門後邊就有個鞋櫃位置。咁呢啲位置闊度就唔算話太闊啦，可以做個斜住放嘅鞋櫃位，包括全屋嘅智能控制面板啊，呢啲都係有嘅，做咗交樓嘅標準。側邊呢個櫃打開，成個做到頂嘅儲物空間，放翻啲紙巾仔啊，或者係啲雜物喺度係 OK 嘅。咁呢邊做有扇窗，可以話通風、採光、透氣都 OK。過嚟係廚房嘅位置啦，呢個廚房做嘅係交樓嘅標準。U 型嘅廚房操作台，深 U 型嘅，咁呢個位置可以當灶台嚟用咧。有個大嘅星盤，熱水器、燃氣錶就冇包入去啦。咁呢邊就係抽油煙機、爐頭，同埋下邊配嘅係洗碗機、雪櫃、預留位置。上邊嘅頂燈、涼把全部都係做好晒嘅，以及呢啲咁樣嘅可以升縮嘅充電器，撳唔上嚟。玻璃趟門閂翻啲油煙就唔會走翻出嚟啦。過嚟呢度係第一個房間。呢個房間有個大窗台，如果係做睡房，可能要瞓窗台就比較好用啲。如果係做書房，亦都係 OK 嘅，因為呢個戶型有4個房間，佢做嘅係南北通嘅設計。呢邊望出去嘅景觀，望公園景、望城市景，個景觀咧係靚係開揚嘅。如果係高啲嘅樓層咧，望翻出去就會更加靚啲啦。咁呢個飯廳嘅空間係好夠用嘅，大窗台可以話喺上面做櫃桶。做個台面擺啲咖啡機，呢度做個大嘅長台或者係擺圓台亦都可以。過嚟呢邊就係客廳位置，電視嘅背景板係做好嘅，大理石紋嘅岩板同埋側邊嘅燈帶啊，全部都係做好晒㗎啦，就唔需要我哋後期去加。呢個露台咧暫時出唔到去嘅，呢邊就望翻個內園景。過嚟睇下入邊廁所嘅位置，做2段式嘅，呢個廁所亦都好夠用㗎啦。企2個人冇問題嘅，側邊有個大窗台，咁過嚟坐廁位、洗手池、鏡櫃呢啲全部都係做咗交樓嘅標準，而且佢嘅洗手池嘅台面咧做嘅係雲石嘅材質，就唔需要話大家後期再使錢去換呢個嘢啦。對落係第2個房間，呢個房間嘅空間就闊落好多啦，有個趟門出去係露台嘅空間。咁望出去咧係望內園景嘅，空間好夠用㗎啦。做睡房嚟講，過嚟睇埋對面嘅呢個房間，感覺同我哋啱先入門睇嘅第一間係差唔多嘅。望翻嘅景觀亦都係比較開揚嘅，空間大細上差唔多嚇。咁最後嚟睇下主人房，主人房嘅空間就大好多啦。廁所嚟講同啱先嘅客廁感覺冇太大嘅區別。淋浴區企2個人就差唔多㗎啦，咁側邊有個大嘅窗台啦，花灑呢啲位置都係配好嘅，智能座廁同埋鏡櫃、洗手池出嚟嘅呢個空間，可以喺呢度呢扇窗嘅位置做翻個衣櫃位置、儲物空間，或者係再出翻嚟呢度再做一小部分，亦都係可以嘅，因為佢係個 L 字型嘅窗台啦，採光面好足嘅，咁對面嘅呢啲背景板、床頭背景板皮質嘅，亦都係全部做好晒交樓嘅標準嚟㗎啦，燈帶都有嘅，氛圍感唔錯嚇。所以呢一個裝修咧標準係比較高啲嘅。咁睇翻呢個單位嘅價錢，總價係750萬到824萬之間。1.5成首期係113萬上會，30年月供每個月還款大概係27000蚊。咁我哋再去睇個03戶型112平方，亦都係做4房嘅。呢個就03戶型啦，112平方做4房嘅，有個獨立嘅入戶過道同埋個窗台嘅空間，可以話做翻個
一半鞋櫃位，一半換鞋嘅位置。入嚟仲可以話喺呢邊空間做翻個玄關位置，咁玄關位咧，啱先帶大家睇咗交樓嘅標準嘅，佢係做咗白色嘅層板啊，白色調為主嘅，就比較偏時尚啲，所以呢個唔係交樓嘅標準嚟嘅，可以話參照翻。對落係廚房，亦都係深腰型嘅廚房，佢呢度嘅每一個戶型嘅大廚房咧，我都真係好中意。你話企翻3個人喺度同時煮嘢食，呢個空間都冇問題嘅。煮食嘅3件套啊，上邊嘅頂燈、涼霸全部都係做好嘅。呢邊嘅窗台就可以話做休閒空間，再加啲儲物嘅空間啦。過嚟就係客餐廳一體嘅空間，橫廳嘅設計。呢邊做翻個，我覺得咁樣擺會好啲，擺長台。呢度就擺梳化，對面電視背景板係做好嘅，咁佢而家係將梳化擺咗喺呢邊，咁大家後期調轉過嚟亦都係 OK 嘅。出嚟睇下出面嘅空間，呢邊主要就係睇翻園林景啦。呢個露台嘅空間大細係好夠用噶啦，嗰邊做個家政櫃，呢邊都仲可以話做翻啲吧台，睇住個靚嘅園林去嘆下啲飲料啊，飲下杯酒咁樣嘅。望出去，因為而家園林咧未整好，所以望落去就麻麻地。但係實質上，我哋呢個樓盤嘅園林係有2.5萬方嘅，落樓嘅活動空間係足嘅。過嚟呢邊係第一個房間，望出去嘅景觀咧係開揚係靚嘅，望公園景、遠處嘅城市景，咁夾埋窗係整榻榻米出嚟嘅空間就比較好用啲啦，可以參照翻呢個設計。對落第二個房間，呢個房間感覺有啲主人房嘅 feel， 咁當然啦，呢度戶型嘅主人房肯定係要更加大氣啲嘅，但係佢作為睡房嚟講，呢個房間係好夠用、好舒服嘅。過嚟睇翻對面廁所嘅位置，做2段式嘅設計，大嘅窗台，夠用嘅淋浴區、乾濕分離座廁、洗手池、鏡櫃，全部都係做好交樓嘅標準嚟嘅。過嚟呢個房間，哇，設計得好卡哇伊，嗱布布，小朋友中意嘅風格。咁呢個房間做個兒童房咧，都係好啱嘅。有個窗台，呢個空間嘅設計利用咧，就交翻俾大家去想象啦，發揮下大家嘅想象力。主人房呢個位置係廁所嘅位，咁呢個套廁空間感覺同客廁係差唔多嘅，無論設計空間大細上都基本一樣。呢啲都係交樓嘅標準嚟嘅。出翻嚟佢而家係喺呢邊嘅窗台做咗個儲物空間，3扇門嘅衣櫃位都可以參照翻。咁出嚟擺翻個床褥，整翻做啲休閒嘅空間，或者係喺上高整翻個梳妝台嘅位置，或者係做翻個辦公書台嘅位，我覺得都 OK 嘅。剩翻嘅就可以話用嚟睇翻個內園嘅景觀啦。床褥擺翻喺中間嘅，擺米半米8甚至2米嘅床褥都有位置擺得落嘅。睇翻呢個單位嘅價錢，總價係795萬到859萬之間。1.5成首期係119萬上會，30年預供，每個月還款大概係28,600蚊。咁我哋再去3棟睇下個124平方嘅戶型，呢個係3棟04房號124平方做4房嘅戶型。入戶嘅獨立過道側邊就有個大嘅窗台，就可以做翻個入戶儲物空間，或者係做一半嘅鞋櫃位，剩翻一半用嚟坐低換鞋嘅位置。入嚟係個超大嘅深腰型廚房，呢啲廚房操作台、星盤啊、煮食3件套都係會做好噶啦。咁側邊有個雪櫃預留位置，可以擺翻個雙開門嘅雪櫃，雪櫃就由我哋公司回贈翻俾大家。對落係一立嘅窗台位置，全贈送嘅。佢喺前邊做咗個酒櫃，後邊做咗個休閒嘅空間。呢個設計咧幾好嘅，可以參照翻。過嚟就係個大橫廳嘅開間啦。呢邊做飯廳，對面擺梳化，佢係喺呢度整咗個投影幕嘅，或者你呢邊擺梳化，正常嘅電視背景板做翻喺呢邊亦都係 OK。出嚟睇下呢個露台嘅大細，呢個大細真係我認為做間房都冇問題嘅，長條形嘅房非常之夠用噶啦。咁出面嘅景觀咧，主要係望翻對面嘅嗰個園林景同埋遠處嘅山景，其實景觀嚟講咧，去到高層嘅單位可能會好啲嘅。OK， 入嚟睇下內籠嘅空間，呢兩個房間嘅空間大細基本上係一樣嘅。佢而家係剝咗中間縫牆，呢邊做咗個書房，然後對面就做翻個睡房嘅空間啦。唔計窗台嘅進深係3米，開間都係2.4米嘅，好夠用噶啦呢個空間。出翻嚟睇下呢邊呢個房間。
進深亦都係3米左右，唔計窗台，仲送咗個大窗台俾大家。講翻佢開間咧就2.59米嘅，所以呢個房間會比對面嗰兩間稍微大翻啲。做睡房嚟講咧，空間好夠用。對落係廁所嘅位置，做咗2段式嘅設計，呢個空間非常夠用噶啦，企翻4、5個 Amy 冇問題。側邊仲有個好大嘅窗台，有做埋座廁、洗手池、鏡櫃，全部都係交樓嘅標準。又嚟睇下主人房。呢側嘅位置參照翻，做翻個轉角位嘅衣櫃喺度，增加啲儲物嘅空間。入到嚟亦都係做2段式嘅，又係有個大嘅窗台贈送嘅。咁座廁呢啲全部都係配咗有噶啦。OK， 出翻嚟，咁呢度做咗儲物空間，呢邊就直接做個睡房就 OK 噶啦。佢呢個空間又大又舒服，採光面好足，送咗個 L 字形嘅窗台，270度嘅採光面。咁如果你覺得呢邊嘅景觀唔夠靚，加翻啲櫃喺度擋一擋呢邊嘅採光，咁望翻出去咧就望翻遠處嘅嗰啲園林景啊，同埋山景為主啦。望出去係比較開揚嘅，床褥擺翻喺中間，做3面落床係冇問題嘅，空間好夠用。咁睇翻呢個單位嘅價錢，總價係875萬到992萬之間，1.5成首期係131萬上會。30年月供，每個月還款大概係31,500蚊。OK， 戶型間隔睇完落去，總結下樓盤情況。落咗嚟下沉式花園嘅位置，呢一部分嘅花園咧係做得差唔多噶啦，有啲水景，有園林嘅活動空間，做得亦都幾別致下嘅。呢個樓盤打造嘅品質啊，各方面亦都係 OK 嘅。樓盤自己配套咗有商業部分，如果係話周邊嘅商圈可以去翻天虹、寶安嘅大千里。一方城或者係遠少少去翻前海、後海、深圳灣嘅商圈，都係話幾個地鐵站或者10零分鐘嘅車程可以過到去噶啦。樓盤自己配套咗有2.5萬方嘅園林活動空間，同埋全齡嘅飯會所，好似泳池啊、瑜伽室、健身房啊、閱讀室呢啲全部都配齊晒噶啦。屋苑側邊仲有個碧海灣公園，可以俾我哋平時話過去散步娛樂休閒嘅。另外一側就係西鄉嘅體育中心啦。咁如果係話去翻寶安中心嗰邊咧，亦都有好豐富嘅市政配套，包括圖書館啊、寶安體育館，以及我哋嘅灣區之眼摩天輪，亦都係喺嗰邊嘅位置。大公園咧係嗰個位置，亦都有好多嘅選擇嘅。由樓盤過去，一係就2-3個地鐵站，一係就10分鐘嘅車程，享受呢啲配套好方便。咁交通出行亦都係方便嘅。我哋近11號線嘅碧海灣站500米嘅步行距離，去翻呢條地鐵線呢，一個站可以去到機場，一個站又可以去到寶安。寶安站出嚟就係一方城同埋寶安嘅區政府同埋大嘅濱海廣場。咁去到寶安中心嘅配套就肯定係靚仔嘅。呢度翻關口。譬如去深圳灣大概係30分鐘出頭嘅地鐵時間，去福田高鐵站29分鐘嘅地鐵時間係11號線直達可以過到去嘅。咁如果係想要去福田關啦、去羅湖關都係可以話坐翻地鐵轉翻條線過到去係方便嘅。咁呢個樓盤咧係碧海灣片區好難得一有嘅新樓盤，品質又做得 OK。咁價錢對比周邊嘅2手樓盤嚟講咧，亦都係有少少優勢嘅。不過佢交樓時間咧就耐咗少少，要去到28年嘅6月份交樓俾大家。不過有送全屋嘅精裝修。咁仲有就係話樓上如果係話飛機飛過嗰時咧，我哋喺戶外可能係會聽到有飛機嘅噪音嘅，但係樓上嘅單位係聽唔到嘅，因為發展商係做咗好好嘅隔音嘅措施，喺室內完全聽唔到飛機嘅噪音。咁如果係話大家感興趣，屏幕上方有2個二維碼可以掃碼添加 Amy 嘅聯絡方式，過嚟睇樓可以約翻 Amy。我哋公司有提供免費專車接送，成交後會回贈3年嘅物業管理費俾到大家。好啦，咁今期嘅視頻分享到呢度，覺得 Amy 講得仲 OK 嘅話，幫手點 like 支持下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